昨我伫用我台语语音的日记的时，我都有发现讲，阮若讲台语是豆豆仔讲，无讲足激动，袂一直喷，安尼别人听起来，也是讲透过麦克安尼录起来，放伫网络上，就是安尼文仔讲，莫出力，出伤大力。若讲为着想要甲台语讲较好势，就出力，颠倒音会走去。别人嘛想讲哪会定扣扣，讲我这人一开喙讲台语就定扣扣。我想讲，做这几工嘛是听一寡演讲啊，就是网络上的物件，随便拢是华语嘛较济，就是有淡薄仔讲休困一下来听一寡华语。毋过嘛是互我有真大的就是互我学着真济物件，就是思想的转变，就是讲着讲，咱拢会想讲，这婚姻内底，若讲有一方若讲外口有别人，这就是爱情的背叛。毋过咧，我听即个 Podcast，因讲实际上毋是呢，这是是一个出口无毋对，毋过爱分互清楚。有时阵爱啊，甲即种作热的即种心情，是无共款的。我就想讲，咱定拢是听电视，搁有这册影响着这大众的思想。头起身就是讲，查某人骹步趁钱的能就变做讲，毋敢离婚，拢有足极端的案，就是查某人着拍甲拢着伤，有诶搁险死，有诶是真正着拍死。就是一直讲为着家庭，为着面子，为着囝儿，不爱离婚。即马这时代无共，变做讲咱的媒体，搁有足济人，拢是动不人就劝人离婚。就是讲，你若讲莫离婚，你可劝人讲先莫离婚，莫离缘，看起来就是这人足保守的，足老派的 ，LKK。变做讲，即马大家拢是开喙合喙，拢讲若你有背叛，伊外口有查某的，查甫，也是讲对方外口有查甫的，当然着紧离缘啦。毋过我听这Podcast，伊的讲法是讲，你爱分互清楚，而且这着甲着眼睛共款。对我来讲，我之前听心灵的演讲，即个演讲者就讲，咱拢想讲上好莫着眼就是上歹的代志，会死啊，搁会爱开大钱啊，无人要着眼。毋过，结果即个心灵的讲者伊讲，颠倒着眼这代志是要互咱去看咱生活中有矛盾，有一寡无快乐，爱家己解决。这身体啊，这眼睛啊，也是讲一寡镜头啊，这毋是为着要甲你保护，
要甲你欺负，拢毋是。只是希望伊想要活落去，伊出现一寡信号，互你知影讲，你爱转变啊！即种生活，你嘛过甲无欢喜，身体嘛挡袂牢。这嘛是互我一个思想的刺激，就是讲，咱大家拢一直讲要刣掉，无就是爱有防的即个眼镜。原来伊毋是即种要互人死，毋是像流氓共款，像莫名其妙的什物害人的物件、害人的物仔毋是。伊颠倒是讲要甲你提醒，要互你的人生会当暂停，会当去思考。我即囡仔听的 Podcast，伊讲着离婚嘛，毋是离婚啊，伊讲着外口有别人，即件代志就是对方外口有别人，即颠倒共款的，即讲即话的人是无讲即白事仔眼镜，这是我家己去想的，家己去连接起来。在我来讲是共款啊，咱拢听着讲外口有别人，这就无救啊！毋免去拍拼。毋过这照伊拍克斯的讲法，就是讲颠倒因为有即个机会机缘，若讲好好处理后，会有法度讲看到两个人的关系有啥物问题，有啥物无公平、无做事实的关系。这互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讲我做拍拼去学一个台语，毋过颠倒讲做出力，想要家己做好好，颠倒就是无遐好。颠倒是讲我即马着甲我的目标家有较长咧。即个社会啊，就算是伫学台语，吹沙母语即个科仔嘛共款，拢会强调讲，即短时间就进步足紧的，就考着啥物认证，就变甲偌尔啊厉害，就是拢强调即个效率。这就是变做讲，若才调拄啊好，毋是伫即方面，毋是语言方面，毋是听口语方面、口说方面的话，就变做讲，就会做失志的，讲别人哪会遐厉害，就愈想要做出来，颠倒讲，因为讲想要讲好好，颠倒讲袂好。我想这就是道理，咱进前定定拢听着，毋过爱体会，搁体会，搁是搁加一坎的即种无共款的程度。像讲这Podcast囡仔听的，讲这主持人啊，伊进前嘛是学20档的身心灵，无怪甲我讲的想法拢做斗搭，因为咱拢是身心灵，即种思想做咧基材。毋过就讲伊若拄着代志，嘛甲一般人的反应共款，就是理论拢知，毋过真正拄着。即种情绪啊，即种反应，就变做讲，拢甲理论无共。这若亲像讲，我迄时伫追求讲，
我写诶小说爱有足侪人甲我看，甲我对，而且爱喜意。我伫追求即种物件，伫追求粉丝，即个时阵就变做讲理论我拢知影，而且早起较会早起，会知影较听着尔尔。毋过，若下班时，家己诶小说囥伫网络顶头，这反应就是无共款，就是甲一般人痛苦诶人想要得到啥物得到啥物粉文粉，家己文章诶粉，毋过安怎等，安怎求别人就是无爱看，就是无爱看，无兴趣就是无兴趣。即种痛苦，就是拄着会知影讲，会有即种感觉，规个会忍度，拢浸伫内底，知影道理，毋过无法度好好去思考。尾仔我着讲去切断即种状况，我着无继续去写小说嘛，拄仔好拢写了啊，完结篇啊。嘛无去想讲去伫倒位有一个期待，着无啊，着家己放袂记。就是毋过就是知影讲，有时阵拄着啊，即个想法佫会走出来。就若亲像进前我上台语课这团体班，我着足注重讲，这别人会晓，我哪会袂晓？这我拄则哪会表现无好？这课我哪表现是做底赞的一个状况，而且即个时阵下课以后，即个时阵讲，我哪会即题答案毋对，足气的。下课以后，老师根本就放袂记，伊就想讲，若大家拢知影，我颠倒讲无啥物好讲的。若讲大家拢毋知影，安尼无伫卡老师感觉伊足有价值的。就是我的思考需要为伊无共款的方向，来去看，安尼较会当讲去看着，莫看着表面的物件，想想的共款去学身灵，毋过即个 Podcast 即个主持人，就是讲伊拄着讲，因翁外口有查某，尾仔因两个搁和好，甲代志解决。伊即摆变经验足老的，经验足丰富的，搁会当甲人辅导。这是你讲，着若亲像讲有一个人，伊因为着癌，颠倒讲伊有法度去，知影人生足侪体会，足侪滋味，伊搁变啊甲以前无共款。安尼爱讲即个癌，抑是讲即个婚姻拄着无好的一个意外，这到底是好抑是毋好？使我思考讲，看代志莫看表面。我最近嘛有去看一寡中国人的 YouTube，因嘛是讲甲拢袂歹，因就是较甲家己的观念讲出来。有一寡台湾的，伊就是讲伊要靠关，为着靠关，伊颠倒无即个个性。若亲像去甲资料安尼找，
安尼去像报像这新闻的专题安尼讲的，啊，无家己的想法分析，哦，啊，当然都是人才有可能中国有较济，因出去海外住伫遐，当然较敢讲嘛，讲实话。若是去宣传的，阮嘛袂浪费时间去看即种中国要宣传家己有偌好。毋过就是这嘛是随缘啦。我听的，我发现讲我爱听的物件，就是内底有一寡思想教人讲安怎去想，安怎去思考。若讲去甲伊讲较足含的，讲啥物武汉肺炎啦，是啥物实验室泄漏，而且是超工的，是为着要补全世界。这毋是讲这毋对，也是安怎？毋过这着甲思考较无关系。我着爱听一寡讲用啥物方式看到啥物事件，安尼会当安怎想，互我家己的思想就是有较济方面，就是莫看到表面。若看到表面，就是这个人趁钱足称足好诶，萧敬腾，萧敬腾，这偌好咧，这就是看到表面啦。有时阵看代志，若总拢看表面，安尼就较无意思。毋过阮若会使看到较深的物件，这就是我想要做的目标。若讲台语、练台语嘛是共款啊，就是我知影讲，爱加练、加使用、加看。毋过有时阵就是有一个依赖这叫依赖有即种依赖心理，就是用较熟悉的物件中文就较爱看。想会看中文，可能2秒钟若看台语拼音白话字可能爱看2秒钟到10分钟的差别。毋过就是爱下过这较艰苦的期间。这原理嘛是知影，毋过人就是安尼，就是会去要安怎讲会分段这嘛是需要去克服的。就是我嘛有掠着讲，我心内有诚济讲分段，想要方便啊，无就是情绪有可能一个仔就举起来等等阁有即种受害者的心理，想讲我足可怜的，我就是替迫害有即种随时有即种想法。毋过我想讲，这拢会当豆豆仔知影。以早我有一个心理，这心理就是讲，上好是自出生啥物拢足够啥物思想拢袂走进去拢是足好的思想，安尼上好啊！这毋是就是做优秀、做完美的。毋过即马拄着讲，像讲颠倒有人着眼镜互伊人生无共款的转变无就是讲有人是拄着伊的伴侣外口有别人即种风暴，颠倒呢，互伊去思考因为这拄着即种足重大的代志，是无改变嘛袂当就是我就想讲进前就会有一寡思想嘛是这社会这个
世界洗脑洗互我的，就是讲，一定是上好一出生，语言天分都真好，爱有即种条件。若讲去学台语啊，去吹沙台语啊，像迄一个母语的科仔内底一个阿母啊，伊拢做啥物代志拢做出色的、出彩的，做啥物代志拢比别人搁较厉害。伊嘛拄啊好做有心、做坚持，有这热心。我就想讲，应该爱有即种条件来做，毋是比别人搁较紧吗？即种想法嘛共款，是替即个社会洗脑去，就可比讲人讲若对方外口有别人，这是上歹歹啊，就意思讲我这人无价值，伴侣较会讲杀着别人，当毋过这想法就是传统一般人大众的想法，足侪内底观念是错误的。毋过咱无去了解，就若亲像讲，即摆的人，侪人拢讲欢喜就好啊，你莫找人麻烦啊，你莫互我做忝呢。伫咧头壳内底搁爱去翻译。毋过嘛有人就坚持讲母语，伫咧外口嘛讲，就是讲有的人伊的思想内底有多元，多元语言一个权利，有的人伊就不爱互人麻烦，伊想讲若爱讲，就是箍仔内底讲，厝内底讲，甲两三个朋友讲，莫造成别人的困扰。毋过有的人我即摆有即种想法，你若使用，就是一个反抗，对于华语霸权的一个反抗。若亲像讲，阮翁伊随某伊讲伊反中共，毋过伊对阿强对中国拢无做啥物作为，讲伊有伫反。这就变做讲，有的人讲母语足重要的，毋过伊伫咧外口时嘛是想讲莫造成别人的麻烦，就不爱使用伊的母语。母语无使用，当然大家都有一个印象，就是讲这语言无重要，这个母语无重要，拢无人伫咧讲我一工有伫遮互别人客，一工落来嘛无听着两句母语的话你甲我讲重要，我嘛想无到底倒位重要。若讲有去使用，会使互即个社会有淡薄仔改变。毋过进前我拢想讲，我若使用，就爱互人无话讲，讲甲做好诶。讲甲无问题，莫互人嫌。这共款嘛是一个社会概念藏伫我头壳内底。这个度数，咱定定拢讲，像我听电台，我想着讲，咱拢会受着影响。即种影响就是讲，做啥物代志拢爱做出力。毋过呢，若愈拍拼，有时阵有互边仔的人、身躯边的人有一个压力。而且有时阵愈出力，无的确是愈好，因为做出力变做是一个志念，志念安尼。若亲像讲，迄时我想要讲我的小说有足侪人看，想要足侪人看，搁歹势，就是面皮较薄，
用一寡小步数像讲推荐别人的小线嘛，顺续推荐家己的，做一寡小动作。毋过无啥物效果，迄时当然着做有助啦。就若亲像讲，伫两个人关系内底，有时阵着讲，我着一直逐工拢家己煮，为着你的健康，我做甲安尼你阁无即个效果，这是共款的意思。就是讲，我看代志的角度，是会当改变的，毋免讲拢用这传统的洗涤咱头脑内底分段的即种方式来看。亲像讲，我讲台语的课仔内底，吹沙台语课仔内底，有一个阿母，伊着，我着想讲伊会生气无？袂呢，伊对我有时阵会较信任，伊嘛愿意讲甲我听一下。这着是讲，因为我的观念，互伊感觉讲，会是较开阔的，毋是一般人讲一寡较互人感觉讲足传统的想法。安尼伊嘛愿意讲，嘛看着讲，虽讲我台语讲甲真正无啥好，讲遐久嘛想讲我拢看起来拢有一直伫拍拼，毋过嘛拢哩哩啦啦。毋过这个时，伊就会甲我原谅。这就是人甲人若有即个信任感，伊就有无共款的标准。有可能就是讲我知影这个人的状况，伊是做用功、做拍拼，讲无好势，定定出错，记袂牢这是小可代志。这个时阵就变小可代志。毋过若是这关系内底有无信任，变讲小可代志对伊来讲，伊嘛要甲你拼命。就若亲像讲，即个公司有一个查某的业务，就对我做掠讲，迄个有可能伊对我这个人是无啥物信任感，就变做讲，我若是伊问我有问题，我讲较啰嗦，伊就变就信任无够。伊无可能对每一个人拢安尼。有的人嘛是安尼讲话安尼颠颠倒倒，伊听无。毋过伊对迄个人有信任感，都袂崩呢。这就是人甲人的关系。我嘛是会当加去看无共款的现象。就是安尼。希望讲，即马讲台语就毋免讲遐拼命、阵酷酷，足大力的，足大力颠倒想讲，这个人哪会遐紧张？毋过进前我讲华语人拢讲你免紧张，我就讲我无紧张迄个是讲华语实在嘛是足紧张的，嘛是讲起来就感觉这个人足激动，大家颠倒听甲无爽快。就若亲像讲，咱看即个电视节目，有一个人伊足想要家己的节目主持甲诚好，毋过伊颠倒伤紧张，看起来就观众就讲我要看即种轻轻松松，若像开讲安尼看起来较舒适啦。这就是足侪面向会当去豆豆看、豆豆学，就是台语诚好。这个时阵有可能足侪代志拢
看白头。颠倒是讲台语就学甲安尼哩哩啦啦，做有心，毋过就是会真无可能无遐袂互人讲足厉害的。毋过安尼的人嘛会看到无共款的角度。我相信这拢是莫着这社会主要观念去洗脑洗去，安尼去保持家己无共款的角度，而且会当讲认为即种无共款的角度是好的。毋是讲我这人看起来都毋是主流搁怨叹，安尼就无好啊。就是爱看着家己的特色以后，搁会当欣赏家己，肯定家己的价值，就是安尼。